試下個新武器強唔強先？好似幾勁喎！我問 Google 小姐臍底獸是誰，佢話是一位來自香港的星號女性星號遊戲實況主與網絡主播。咁撚啲。哇！哇！誇張喎呢個武器。黐線，垃圾武器。My name is 吉川春代子，OK。